来看国家实验研究院成立全世界头一个实验动物显微手术的教育基地，提供学生囡仔一人一台显微镜，结合线顶的教学，除了会当来提升学习的效率嘛会当大大来减少动物的牺牲。 每一个学生拢有家己的显微镜和一台荧幕，因当咧做动物实验手术。这是国建院新设置的教育基地，嘛是全世界头一个实验动物显微手术教育基地。和英国传统的显微镜教学无同的是，传统的实验是8个至12个学生坐伫老师的边仔学习，即马除了一人一台显微镜以外，老师阁会当做线顶的教学。我最开始学的时候是。 有时候老师就这样做，做完之后呢，他就闪开，然后叫我也凑上去看一下，说你有没有看到啊？你可能刹那间你说哈，然后你也是鼻子摸一摸，说有看到。那所以实际上我当初我最开始的理想就是希望老师的画面可以丢给所有人。除了显微镜设备的提升，国建议嘛研发出模拟教具，透过假的动物皮肤、血管来让学生练习，减少实验鸟鼠的牺牲。 我们刚刚就是这一块板子，它一块板子就至少抵5只啊。为什么是5只？因为我们需要手术，需要做皮肤的开创，需要做里面血管缝合。国建议指出，原本传统的显微镜教学学生操作成功的几率无到80%，如今已经提升到100%。国建议嘛表示，未来计技术的连线，和台湾实验动物显微手术教育基地，加做世界重要的基地。记者戴阿选柯宾在台北报道。